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特别是对于50岁以上的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以为撒越多，芝麻就越好，或者认为所有海苔都一样。但如果你现在就离开这支影片，还继续相信这些错误观念，很容易就会吃错种类，碘摄取过量，或者吃了整粒芝麻，却原封不动地排出来。请看到最后，学会怎么吃得对、吃得省、吃得有效。今天的影片目标很明确，教大家如何准备适合50岁以上朋友的餐点，要容易咀嚼、少油、价格实惠，但同时能够达到每日钙质摄取的标准。今天有3个关键重点：第一，芝麻一定要研磨；第二，海苔要选对种类和分量；第三，豆腐要选对凝固剂。这3个要点掌握好，你的骨骼健康就有了坚实的基础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支影片？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另外，也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欢迎留言提出任何问题。现在让我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来说明这个概念。3个不：第一，不要硬，食材要切成2公分小块，用炖煮的方式让它变软。很多年长朋友牙齿不好，太硬的食物不仅难咀嚼，还可能造成消化负担。第二，不要油腻，每份餐点的用油量控制在1汤匙以内，油脂太多会让肚子胀、消化不良，特别是肠胃功能退化的长辈更要注意。第三，不要昂贵，每人每餐控制在50元台币以内，补钙不需要花大钱，用对方法，平价食材一样有效。3个有：第一，有钙质，主菜的钙含量至少要达到300毫克；第二，有软质蛋白，选择豆腐、鸡蛋或软骨鱼类，容易消化吸收；第三，有矿物质支援，镁、钾、碘这些微量元素，加上足够的水分，用炖、煮、蒸煮或煮粥的方式，让食物更好吞咽。我们来看看实际需求。50岁以上的朋友，每天钙质摄取建议在1000到1200毫克，碘的摄取应该控制在每天150微克左右，特别要避免昆布或海带过量。油脂要适中，才不会胀气或消化不良。记住一个关键观念：软但便宜不等于没营养，相反地，这是聪明地规律补充矿物质的方法。让我用一个3角形图来解释这个矿物质组合的原理。第一角，硫酸钙豆腐。硫酸钙是一种凝固剂，用它制作的豆腐含有丰富的钙质，相当于建造骨骼的砖块。同时，豆腐提供软质蛋白，帮助建立胶原蛋白架构。第二角，研磨黑芝麻。黑芝麻含有钙镁核心，但重点是一定要研磨，整粒芝麻很难消化，吸收率很差，研磨后才能是放出里面的矿物质，让身体有效吸收。第三角，烤海苔，用的是 nori 这种海苔，碘含量适中。如果用昆布，很容易碘摄取过量，对甲状腺不好。这里要提醒大家，芝麻和豆类含有植酸，这种物质会影响矿物质吸收，怎么办呢？轻轻烘烤、研磨，然后配合含有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，或加几滴黑醋，可以改善吸收效果。你不需要精确计算每个微量元素，只要记住规律，吃，用对方法，这才是关键。总结这一部分，足够的矿物质，正确的形式，正确的技巧，远胜过随便吃一大堆，结果都从消化道流失掉。现在让我教大家怎么在传统市场快速采购正确的食材。豆腐选购重点：到豆腐摊问老板，有用硫酸钙做的板豆腐吗？
通常传统豆腐摊的老板都知道，如果不确定，可以看包装上的成分标示，找硫酸钙这3个字。这个种豆腐的钙含量最高，最适合我们的需求。黑芝麻选购重点，在南北货摊或杂粮摊选新鲜、闻起来香的黑芝麻，跟老板说要买200克，通常都会帮你称好。买回家后要轻轻烘烤，然后研磨成粉，每餐用1到2汤匙就够了。海苔选购重点，在前货摊选择无糖、少盐的烤海苔片，跟老板说要海苔片，不要昆布。如果老板问要哪一种，就说要薄薄的，做饭团用的那种。酱油选购，在杂货摊或调味料摊选低钠酱油，再准备1瓶黑醋，加几滴可以增添风味。省钱小技巧：1块豆腐、200克黑芝麻、5片海苔，这样的组合可以做3到4餐，供2个人吃。在传统市场采购，总花费大约80到100元台币。记住这个公式，选对材料，做对料理，骨骼就不用担心了。在传统市场跟老板聊聊天，5分钟就能买齐所有材料，而且还可以讨价，还价更划算。下一部分我会教大家具体的烹饪步骤。现在进入时记操作，我会用6个步骤教大家做这道菜。步骤1：烘烤芝麻。用小火烘烤黑芝麻4到5分钟，烤到香味出来但不焦黑，放凉后用研磨机或石臼磨成细粉。步骤2：处理豆腐。准备300克的板豆腐，用纸巾包起来压10分钟，把水分沥乾，然后切成2公分的小方块。步骤3：煎豆腐。用不粘锅加1汤匙花生油，把豆腐块放进去，煎到表面微微金黄。步骤4：调制酱汁。混合1汤匙低钠酱油、2汤匙热水和几滴黑醋，把酱汁淋在豆腐周围，摇动锅子30到40秒，让豆腐裹上薄薄一层酱汁。步骤5：加入芝麻。关火后，把磨好的芝麻粉均匀撒在豆腐表面，让芝麻粉附着在豆腐上，非常轻柔地翻动。步骤6：最后点缀。盛盘后再撒上1到2片切碎的海苔，这样可以保持海苔的香脆口感。如果牙齿更不好怎么办？在步骤4之后，多加2到3汤匙热水，轻轻炖煮1到2分钟，让豆腐内部更软嫩，外表还保持香味，咸度适中，可以加点葱花提味。记住3个关键：芝麻一定要磨，海苔最后撒，豆腐选硫酸钙。这3个要点决定成败。现在分享3个保持完美质地的技巧。技巧1：用热水，不用冷水，短时间炖，煮时一定要用热水，这样豆腐才会保持细嫩的口感。冷水会让豆腐变粗糙。技巧2：摇锅，不猛炒。撒上芝麻粉后，要用摇动锅子的方式混合，而不是用铲子大力翻炒，这样芝麻才不会掉落，能更好地附着在豆腐上。技巧3：自然勾芡。用西式的酱油，如果需要稍微浓稠一点，可以加几少量的太白粉水，这样的薄芡可以帮助芝麻附着，也更容易吞咽。常见错误有哪些？第一个错误是用太多油炸，这样会很油腻。第二个是芝麻烤焦了，会产生苦味。第3个是用加糖的海苔，咸甜难以控制。怎么避免这些错误？用小火，时间短，选择原味海苔。这里有一个重要观念，对5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，能吃、爱吃、规律吃，才有长期的价值。食物再营养，如果吃不下或不喜欢，都是白费。所以质地的调整非常重要。让我们来看看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和花费。2人份的营养估算，数值会因品牌而异。
300克硫酸钙豆腐，约含350到450毫克钙质，加上15到20克蛋白质，20克磨碎的黑芝麻，约2汤匙，约含200到240毫克钙质，还有镁和锌。1到2片小片海苔，碘含量适中，远低于昆布。把这些加起来，每餐大约可以摄取550到690毫克的钙质，热量是低到中等，用油只有大约1汤匙。成本分析，在传统市场采购，2个人的分量大约花费50到70元台币，比超市还便宜一些。这些数字是估算值，不是医疗处方。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不同，请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医师的建议来调整。这道菜有3个难得同时具备的优点：便宜、富含钙质、容易咀嚼。通常这3个因素很难一起出现，但在这个食谱里，它们完美结合了。下一部分我要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让大家看看这个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效果。现在我要分享一个真实案例，这是这支影片里唯一一个剧名的故事，阿强伯的经历。阿强伯67岁，住在台南，他非常喜欢用昆布熬汤底，觉得味道很棒，但总觉得喉咙有点不舒服。后来去检查，发现甲状腺功能有些波动。蔡博文医师建议他减少海带昆布的摄取，改用碘含量较低的海苔，同时增加豆腐和磨碎芝麻的分量。8周之后，阿强伯发现自己胃口变好了，不再那么容易胀气。他说：“我牙齿不好，但还岂能吃到这道香喷喷、软绵绵又不油腻的菜？”重要说明，这是阿强伯的个人经验，不能取代专业的医疗建议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。我要再次强调，海苔本身没有问题，关键是要选对种类和控制分量。如果你有甲状腺疾病，请务必定期追踪并咨询你的医师。关键启示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是要完全避开海藻类食物，而是要做聪明的选择，把昆布换成海苔。这个小小的改变可以带来很大的好处。阿强伯的转变让我深深体会到，正确的饮食调整真的可以改善生活品质。同样的食材组合可以有不同的吃法，让你天天吃也不会腻。变化1：海苔黑芝麻豆腐饭团。把温热的米饭和磨碎的黑芝麻、捏碎的豆腐混合在一起，用海苔包起来，这样就是一个软嫩、方便携带、适度饱足的饭团。变化2：乌龙面，清汤加豆腐、海苔丝。水煮开后，放入乌龙面，煮2到3分，中加入豆腐块和海苔，私用少许盐调味。这是一碗清淡温暖的汤面，非常适合消化功能较弱的朋友。变化3：冷豆腐沙，拉佐黑芝麻酱。把磨碎的黑芝麻、温水、黑醋和少许酱油混合成酱汁，淋在冷豆腐上，夏天吃特别舒服。如果不能吃豆腐怎么办？可以用煮烂的鹰嘴豆泥、磨碎的芝麻和海苔来替代。重点是要把芝麻粉当作主角，海苔最后再加，盐要少用。记住这个概念，一个组合，多种场景，可以配饭配面，做成冷盘，灵活运用，不容易吃腻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最常见的4个错误，以及快速的修正方法。错误1：撒整粒芝麻。整粒芝麻几乎无法消化，会原封不动地排出来。修正方法：一定要研磨成粉。错误2：随意使用昆布。昆布的碘含量太高，容易摄取过量。修正方法：改用海苔或紫菜，每天1到2小片就够了。错误3：用太多油炸。油炸会让食物变得油腻，对肠胃是负担。
修正方法：用少量油煎，然后短时间炖煮。错误4：豆腐切太大块。大块豆腐对牙齿不好的人来说很难咀嚼。修正方法：切成2公分的小方块。过敏注意事项：如果对芝麻或黄豆过敏，可以参考第9部分的替代方案。任何食材都要适量，平衡才是最美的。这4个错误就像4个开关，按对了就是好吃、软嫩、营养。很多人的失败经验其实只是没注意到这些细节。为了帮助大家养成习惯，我设计了一个7天的饮食计划，7天补钙时间表。周一，黑芝麻豆腐佐海苔约600毫克钙。周二，乌龙面、豆腐、海苔汤约300毫克钙。周三，冷豆腐沙拉配芝麻酱约350毫克钙。周四，换个口味，吃软骨鱼粥。周五，回到黑芝麻豆腐，约600毫克钙。周六，加钙豆浆，温热饮配芝麻粉，约350到450毫克钙。周日，依个人喜好调整，出门晒太阳15分钟。重要提醒：不需要每天都吃芝麻和海苔，轮流搭配，可以避免吃腻，也能摄取更多样的营养素。执行建议：把这个表格列印出来，贴在冰箱上，每天完成后打个勾。如果某天漏掉了，隔天用硫酸钙豆腐补回来。这个计划的弹性很大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时间调整，重点是规律，而不是僵化。有些朋友可能有特殊的健康状况，需要特别注意甲状腺问题，优先选择海苔，限制昆布或海带的摄取，一定要根据医师的指示定期追踪。痛风或尿酸过高，这个组合对痛风患者很友善，因为豆腐、芝麻和海苔的普林含量都不高，但还是要减少盐分。肾脏病或高血压，优先选择低钠的调味料，不要喝太多汤汁。关于总钙质摄取量，请咨询你的医师。对芝麻或黄豆过敏，可以用杏仁粉、鹰嘴豆或软骨鱼来替代。一般原则：这支影片提供的是一般性的健康资讯，不能取代个人化的医疗建议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，如果你有任何疑虑，请务必先咨询你的医师或营养师。记住这个原则：安全第一，美味第二。健康的基础打好了，才能长期享受美食。现在来回答8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。问题1：可以用白芝麻代替黑芝麻吗？可以，但黑芝麻的香味更浓，不管哪种研磨都是必须的。问题2：芝麻粉要现磨，还是可以预先磨好，少量研磨，2周内用完是最香的。问题3：海苔要买大片的还是碎片？碎片比较方便，最后撒上去也能保持脆脆的口感。问题4：加柠檬或醋有帮助吗？几滴可以增加风味，也可能帮助释放矿物质。问题5：一定要用芝麻油吗？不一定，花生油或橄榄油就够了，主要是让芝麻粉富足。问题6：晚上吃会不会肚子不舒服？这道菜清淡少油，如果有胃食道逆流，可以减少分量并提早用餐时间。问题7：一定要放弃牛奶吗？不用，这只是另一个选择，特别是合不适合喝牛奶的人。问题8：小孩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但要少盐并注意有酶、有芝麻或黄豆过敏。个别问题还是要咨询医师或营养师。我们快速回顾今天的3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：硫酸钙豆腐，这是软质便宜的钙质来源，特别是和牙齿不好的长辈。第二个重点：黑芝麻一定要研磨，只有研磨后才能释放里面的矿物质，整粒吃等于白吃。
第3个重点，海苔要选对分量，用海苔 nori 碘含量适中，这3个元素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不用太担心骨质疏松的餐点。现在该怎么做？第一步，今天就去传统市常采购，找豆腐摊买硫酸，盖豆腐到南北或摊买黑芝麻，在前或摊买海苔片。第2步，按照我教的6个步骤做一次，感受一下软嫩的口感。第3步，把7天计划表列印出来，贴在冰箱上，每天打勾。第4步也是最重要的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，特别是50岁以上牙齿不好或者担心骨质流失的长辈。健康不是一天的事，是每一天的小小坚持。从今天开始，用对的方法为自己和家人的骨骼健康打好基础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记得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不要错过更多实用的健康资讯。